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12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全国精英杯心算协会所选拔出来86位学生，其中台南市有20位，日前前往新加坡参加国际心算、数学甲英语比赛，取得真好的成绩。上午市长黄伟哲亲身颁奖表扬，而乐因是台湾志工。由幼稚园到高中部20位学生，就是代表台南市参与2019年新加坡国际杯心算加数学英语比赛成绩优秀学生。会中市长黄伟哲对伊颁奖表扬，而了大概是台湾志工以外，其中因为台湾高中部有一名当时伫心算加数学拢第1名的黄伟琪，甲市长名拄好差一字。这次市长嘛有特别的温馨互动，相当趣味。有没有长得很像啊？黄伟琪，你是哪个项目啊？数学跟心算。数学跟心算的第几名啊？第一。第一，哈，第1名啊，全世界的这个比赛里面，国际的比赛里面，啊，得到很好的成绩。我想这部分教育局以及市议会，都会全力的以后来全力的跟各位配合。在整个训练经费上，还有选手选拔上，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来协助各位。根据了解，今年国际比赛全国86名学生通过选拔的资格，其中台南市有20位，需要甲来自10个国家500位学生竞争，最后会当伫国际舞台摕下前3名，真正足无简单。台南新闻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为了和企业甲政府之间有更加直接的互动甲了解，市府工商促进会特别邀请工商界领袖甲市府座谈，多面甲市长沟通，一方面宣导市府的政策，另外也听出企业所面临的问题。由市府工商促进会主办，台南市应有指导员协进会协办的市长有约台南起飞的座谈会，日前伫个永华市政中心来举办。会中邀请地价老师以茶席的轻松方式，主要有进工商企业界甲市府的距离。商业会的或者直辖市商业会的这些工会其实他们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小企业。那我们跟他们也有非常好的互动，然后也听听他们的声音，那让我们工商促进会真的了解到我们中小企业的困顿，那我们可以提供我们所有政府的资源。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作为我们所有中小企业单一的窗口，为他们，譬如说找寻土地啦，或者是贷款或者是政府的资源，或者技术的提升或者是科技的提升，那都是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能够让它的公司更壮大，能够让他们减少困难，然后能够迈向国际。会中由工测会扮演的市府甲企业界的沟通平台，一方面宣导目前政府所推动的政策，另外嘛听出工商企业界所面临需要政府来解决的问题。市长强调，工商促进会绝对不是政府的衙门，而是所有工会甲工商界上好的朋友，和企业界绝对是徛做伙。希望会用协助所有中小企业伫个台南继续经营甲发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台南永康区一对70外岁资源回收个体户翁仔某，因为厝内无册桌啊，因的孙仔要写功课，都要趴伫个涂骹写。市长黄伟哲知影了后真唔甘，特别请环保局总经过将整理好的册桌送予因，希望因会当好好读册。永康区姓谢的老阿母，一家6个人住伫租厝，并且外科后生伫工厂趁钱维持生活。老夫妻卖捡歹东旧车补贴家用，但因为厝内无册桌，孙仔读册拢爱趴伫涂骹。
但市长黄伟铁知影以后相当唔甘，所以请环保局总经过整理出3张册道，伫环保局长林远松甲议员林景、林彦洲的陪同，将这份礼物送到因兜。心里面觉得蛮不舍啊，一方面也是他们还在做资源回收来帮助一些让整个环境更加干净啊，这点是非常非常谢谢他们的。在中秋佳节前夕，那谢家其实他们本身是行动不方便，又是中低收入户哈，所以低收入户哈，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对于在帮忙做资源回收，本身又有这个行动，又有一些病痛，然后又是经济上很不方便的这样子的市民，我们应该给更多的关怀啊。我想说，公部门也好，或是民间也好，要给更多的协助。真感恩啊，们感谢尔，感恩咱的迄个市长啦，个环保局的局长哦，拢有来哦，看了足甘心的。环保局长林远松表示，淡市对8月1号开始扩大办理资源回收关怀计划，补助台南低收入户的生活津贴。符合低收入户资格民众，只要将回收物提到清洁队办理，并且得当领出现金的补助。欢迎符合资格市民拥有报名，相关内容会当上台南市政府环保局的网站查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每一档透过台南市农业局甲市原创展协助推广，由台南市盆栽协会主办的盆栽展，9月12号到17号，伫六里门圣母庙盛大展出。现场有真侪特别的盆栽，带伫市民朋友前往参观。台南市盆栽展9月12號到17號，伫土城正統六里門聖母廟展出，來自全國各地盆栽好手攏一同參加，而且伫現場展出的作品攏是一時之選，展出藝術水準更新往年，非常具有觀賞價值。那這一次也是包括我們全國的一些盆栽業者、收藏家，那還有國外的那個來賓都有來參賽。那這一次總冠軍是我們菲律賓的那個得主哦，這是跟往年不一樣，都是台灣的，這次有國際的參與。參展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都是全國的作品，而且是世界級的哦，所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把握時間哈，這禮拜一定要來我們聖母廟來看這個盆栽展哦，絕對讓你非常的驚嘆。台南市盆栽展今年總冠軍由楊春成提下，金牌獎則是由李曼蘭得到。更特別是現場還有一個掛名台南市長黃偉鐵的參賽作品，嘛得到銀虎獎。歡迎對盆栽有興趣的朋友，會當趁到這次的中秋假期，踴躍前往欣賞。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呢個節馬上登來新聞現場。消滅登革熱。仔細清掃，立即做。飲水機水盤若有積水，要倒乾淨。花瓶舊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積水養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盤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記得倒至晾乾淨。別忘了食蚊魚也是消滅孑孓的小幫手哦。防治登革熱，清乾淨、倒乾淨、刷乾淨、晾乾淨，大家一起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愛讀冊。一般人拢会认为心智障碍学生只要会当独立生活就真无简单，却毋知影因嘛有做画家、开饮料店等等的梦想。美善基金会就透过戏剧的表演，互因表达内心的想法，嘛希望社会大众对因有更较侪了解甲体谅。徛伫文化中心舞台，一群朋友拢是心智障碍青年，不过因这几冬来透过戏剧等艺术的训练，伫讲话甲肢体顶面拢大大进步。经年龄可贵是剧本，阁是校园甲导演做伙讨论出来。
透过回忆因生命历程，知影因无介意别人对因做啥物，因嘛是有梦想。我不喜欢别人对我讲话很慢。我喜欢跳舞，我想要武打比赛的第一。我感谢那个吕立新导演安排这个戏剧，让我很感动。我们即将在下个礼拜3前去新竹表演，希望北部的乡亲人真的了解我们美山社会福利基金会。我原本还不是演的没有那么好啊，但是慢慢累积，我才可以有今天的收获。我为自己打100分，很辛苦，然后到昨天一起排练排了蛮顺的，然后那个跳舞的我还有那个舞蹈细胞，那个舞蹈很好。他们已经可以做导助，然后帮忙排练或是排道具，然后彼此参加过的人，他可以帮助那些刚参加过的人，然后记台词哈，所以他们的进步其实很大的。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跟他们工作其实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长期看到这群心智障碍青年一步一步成长，嘛，让神父相当感动，认为真正不简单。刚才前面有些的那个艺术大无限啊，意思说，事实上每一个人不一定是大艺术家，他有能力可以用艺术的方式表达自己。所以我们这里所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个节目。我自己很感动，因为我也不知道可以跟我们那些副对象可以做一个那么丰富的一个节目。对194年美神基金会表演艺术计划伫正校科技的支持，已经迈入第5档。除了总理工作坊以外，嘛也请芦苇、水滸、甲德兰等小作所做回来做梦唔通停。除了赢得在场观众的热烈回响，嘛要互大家摆脱对智能障碍者的刻板印象，对因的生命有更较侪了解甲体谅。今日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输了后，有真侪后代拢留伫中国满洲，成为日本遗孤。为了记录这真实的历史记载，来自日本的大学歌剧团将要用歌剧的方式来呈现这段真人真事的历史，并且选伫大港文化中心举办公演，欢迎民众伫9月14号、15号2天索票入场。因为恢复将军庙服侍日本军人来结缘。伫个市府文化局甲前调防宫主委，当时嘛是现任台南地区农会理事长吴正治的大力支持，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的文学部，要伫个台港文化中心做公演，一方面促进台日双方的文化交流，另外嘛，互台港文化中心的演出节目更加具有国际多元性。安南区的这个辉谷将军的这个庙呢，我想是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也非常的清楚。好，那因为这个庙的结缘，好，那所以也让这个古川我们今天的这个总监啊，我们来自日本的这个古川先生的这个总监，他跟我们吴主委结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好，那吴主委在曹王宫的时候呢，就帮他做了非常多的，跟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接洽跟联系，让我们很高兴，终于促成了这一次今天、明天跟后天的这样的一场演出。那这次的作品重新编写这一次的作品，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知道真正事实的真正的内容，然后呢不是撰写的，是真正发生过这件事情，把所有的内容重新编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事实到底是不是大家所知道的那些内容。故事以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留伫个中国满洲的日本遗孤，伫个1970年代回归日本的真人真事，而且故事阁是以歌剧的方式来呈现，透过舞台的灯光甲服装，用歌剧要来传达，互别人知影。
了传承这段历史事实，这嘛是日本首次，毋是音乐大学的普通大学学生，利用选修声乐、舞台、艺术来共同演出。欢迎有兴趣的民众8月14、15两天的中秋假期，前往台港文化中心来观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艺文界拢叫阿德的书法家陈明德，30多档的创作生涯，除了得到真济奖的肯定，嘛发展出新的书艺作品，也就是非书法的形式。陈明德表示，为了让书法迈当国际化，伊一直挑战无受限文字的作品。到底非书法是生做啥物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来到文化中心第一艺廊，印尼眼中就是书法家陈明德第30档的创作生涯以后所挑战的书艺艺术，嘛成功行出家己的一片天。陈明德表示，伊用单纯黑白空间甲古典书法的线条来摆脱汉字的文字限制。而且有的创作阁是伫微微仔水的状态放空来自由发挥，把汉字解构，但是我保留了是传统这个草书的点线、实转这些基本的一个书法线条，透过这些传统的这个书法线纸呢，然后构成一个黑白空间，比较符合就是说未来的一种当代性的一个发展。就是我这个黑白空间的一个处理是没有这个文词意义的，纯粹就是点线面的一个构成。那这个所出来的这个造型呢，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解读，怎么想怎么对，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即摆伫展览当中，也阁有117.5公尺长篇书写，自由自在，相当特别。陈明德表示，如何将书法国际化成为世界语言，伊认为就是打破传统，用非书法的形式，让世界看见东方艺术的水。不管是华人啊，或是这个西方外国人，这些都可以透过这个点线面去思考、去想象自己心中的那一块田。自己心中的那一个天地，自己心中所想象的一个事物，那我们的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就是说它是不用解释的，怎么想怎么对，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没有一个对跟错，也没有好跟坏，就是说当你用直观的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你心自然会抒发自己的无限的想象。那就是我这次这个非书法创作的一个主要目的。书法甲非书法的创作展将一直展到9月22号，邀请大家来看展，嘛让大家对书法有无同款的思考。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份的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9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